手機前面嘅你記得留意啦，我哋要記住2、3、4呢3個數字，咩意思？2咧就係代表咧2分鐘就可以漫步可以去到呢個九龍新界東西兩邊極端去進嘅屯馬線柯士甸站，3分鐘咧可以去到每一日咧有成90幾萬香港人都要乘搭直達香港最主要核心尖沙咀啦、中環、金鐘、荃灣線嘅佐敦站。而4分鐘咯就係 Kenny 夢寐以求咧一集直達全國100個站點嘅西九龍高鐵站添，真正咧一個點咧帶你去勻全香港同埋神州大地冇難度啊！我的天哪！咁由藝術品一般嘅新世界打造極致交通嘅項目津月，咁就正式推出咗啦。咁記性好嘅你咧，應該都會記得啦。喺3個月之前咧，推出由新世界打造嘅兄弟盤津儀一推出，你冇聽錯喎，真正係一 Q 正代啊！完全體現到高鐵站同埋呢個細單位配合埋一齊嘅化學作用咧，有絕對強嘅優勢啊！當日買唔到嘅朋友咧，唔使擔心喎，因為今日機會有嚟啦。哦！除咗呢個1:99鐵路嘅生活優勢之外咧，喺我哋個項目咧行10分鐘都唔使啊，就可以直達世界知名度極高嘅海港城啦，再加埋附近嘅美麗華廣場、K11、對溫，唔計啲中小型商場咧，已經有成接近400萬平方尺嘅飲食空間 shopping 俾你啦。咁廢話都唔多講啦，呢啲藝術品經理即刻同你去睇睇。地盤咧始終睇得唔係太清楚啊！而家嚟到示範單位部分，大家可以感受到啊，新世界已經幫你做咗個大嘅 figure 模型啦，整個外牆外立面咧非常地靚啊！而且新世嘅作品咧永遠都唔需要令人擔心嘅喎，每一件作品咧都仿如好似藝術品一般啊！我哋低層嘅單位咧集中咗就係一啲開放式單位嚟嘅，高層單位咧就係一房啦。整體咧成個 project 咧都係得64個單位啊，能夠擁有住呢個高鐵站嘅概念，再加埋佐敦柯士甸站咧並合埋一齊咧，呢64間絕對係鑽石一般嘅存在。即刻睇咩事先？哇！秉承翻我哋傳統一房嘅傳統啦，咁就冇乜走廊位置嘅，所以入到嚟整體面積空間266尺俾你用盡晒啊！而且我哋入門口位置左手邊咧就用咗新世界獨家使用嘅指紋門鎖，你喺第2個項目絕對唔會睇得到嘅。入到嚟少少玄關位做翻個大鞋櫃都係 OK 嘅。入到嚟客飯廳空間基本上可以講話係一眼睇晒啦。平時市場200幾尺咧，最多做個開放式俾你咯。咁係新世界呢個開則嘅魔術師先至可以做到一房終於有2廳，整個空間確實神奇啊！嚟到我哋開放式廚房部分啦，做咗半入牆式嘅設計啦。咁我哋入邊所嘅電器品牌都係用翻頂級嘅西門子嘅抽煙機啦、爐頭、微波爐、雪櫃全部一應俱全，而且雖則面積唔大，但係有翻咁多嘅樓底，你見到整體儲物量嘅空間咧大大增加，而且你都完全唔會估得到一個266尺嘅一房單位，竟然誇張地可以做咗4人嘅餐桌俾你。就算有時啲朋友仔要上嚟食下嘢啊，其實都 OK 嘅。嚟到呢邊嘅空間咧，大概2米4度啦，都係出乎意料嘅。呢個位置可以擠2人嘅小梳化，前方部分2.4米65寸電視冇難度啊。咁過嚟我哋露台望望先，最誇張我哋露台部分啦，露台呢邊闊度竟然有成接近3米啊，未到3米爭少少，做到3米嘅大露台啦。而新世界傳統係嘅咧，當然要做翻個大型組合櫃俾你啦。呢邊都有一個洗衣機喺度嘅，呢個位置咧仲會有個拉桿出嚟嘅，平時需要晾衫嘅時間咧就拉翻出嚟，唔需要咧推翻入去，相當地貼心加細心啊。而且呢邊呢個空